看到咱场内的这个绿美化，调这个建筑物，我相信讲透过说明会，大民众讲，大合民众看到这个景色，还会当舒缓内心的一种恐慌，交迄个压力安尼啦。我希望讲这个馆可以稍微解决学甲流浪狗的问题，因为狗仔嘛真正带来咱真侪困扰啊，所以讲这点渐渐下民众来看，透过影片会当下民众安心。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教育馆，未来可以进行动保教育的相关的场域，可以提供给国小、国中跟各级学校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这边参访，有一个专属的动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样的面向，让这个动保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这个园区的一个规划，除了说传统的收容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很大的一个宠物公园，可以让民众带犬猫来这一边，可以做一个踏青跟休闲的一个场域。另外还有规划相当的一个廊道，还有自容池，整体是采公园化的一个设计。那希望可以美化这个地方。犬舍设计当然就是尽量就是用挑高，然后空旷舒适。那每一栋犬舍它都有一个室内区跟户外的活动区，所以来这边是说像让一个摆脱传统收容所的一个设计，是像让犬猫来到这一个地方，就像来旅馆一样。它一个很舒服、舒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欢迎民众带犬猫来这边参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基本上学甲动保园区，可以收容400只犬只、40只猫，那基本上都是以学甲为第一优先，能够相当程度的解决学甲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接下来学甲的动物流浪动物进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学甲周边，包括将军、北门、嘉里周边的流浪动物可以进来。那进来不是让它终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经过结扎之后推动一些认养。另外一个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个地方完工之后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动物收容又很人性环保。然后也可以作为全国最大的这个动保园区之一。同时，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时候可以举办一些动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欢迎爱狗爱猫的人士，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户外的宠物公园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集保育教育而于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地方休闲的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21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提升嘉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整体营运效率，台南市议会由市府体育局提出专案报告，全面检讨现况，并提出改善施政。当中多位议员拢呼要求团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另外，针对招商风波，市府竟公开旧球场的租用小目，其实甲其他职棒主球场的收费差无偌济，互议员批评球团利用不实资讯，甲市府抹黑做营运阻碍。统一赛伫嘉泰新棒主球场的开幕战，去23900名球迷入场，创下中职户外球场新纪录。也毋过，市府体育局4月2号雄雄宣布，户外摊商要依法公开招标，引发侪网友拢咧骂挂韭菜，竟认为市府收取高额权利金，致使球团经营困难。这款讲法，连议员拢看袂落去。根据双方签的所谓的这个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成棒主球场使用契约书，跟他成立的这个契约关系、这个租赁关系里面有讲到任何权利金的支付计算吗？完全没有嘛。
我们跟它的来源是什么？就租金而已嘛。市府公开台南市立棒球场这30档的下约记录，统一师每一档只需要支付俗俗的200万租金，甲其他职棒主球场的收费相比差无偌济。115年统一师租用甲台新棒主球场，根据着收费标准，卖票棒球场每一场保证金50万，场地使用费用是门票总收入10%。上价是8万块。亚太当时也是要 OT 的，113年2月4号到4月8号在 OT， 为什么没有人来标？因为他们都没有人来标啊。那统一师当时有兴趣吗？那时候是7面球场，是7面球场一起。当时统一师他不想要7面球场，他只要那个球场，所以才没有人标，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主球场哦。职棒打可能盈利的比较，所以他们就只当然球团会斤斤计较啊，对啊，对了，这个都是正常的。他们球员就是知道是穷养的，但是老实说，面球场因为是基层的培训，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时我们其实有要 OT， 但是他们就只是想要最好的那一部分。对，因为中华职棒联盟说每一个县市只有1支主场，只有1个球队，所以别人也没有办法来标啦。台钢有兴趣，台钢能够标吗？台钢不敢标嘛。为什么？因为有联盟的这个规约嘛，他这个规约甚至没有放到他中华职棒联盟的规章里面，都没有哦。都没有，就是一个潜默契。议员呼吁球团伫享受商机甲票房的同时，更应该展现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市府将坚守公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定书，持续以专业理性的态度甲球团沟通，确保双方伫法治的框架之下达成共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甲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新棒主球场，顶个月底进行头一场中华职棒赛事。球迷除了指出场内架体设施需要改善，长达几啊十场的夜间赛事，也互周边居民和应援的声音差着，生活品质受到影响。甲台新棒主球场的中职开幕战引发侪争议，除了场内架体设施需要改善，包括观众席滑向动线问题、手机信号歹，连场外隔壁厝嘛互场内应援噪音差着，向议员陈情。分贝无超过啦吼，这是附近的住户伫因厝传落我的啦，我希望恁嘛是可以看卖啊。即若有民众检举，阮上好是去引导阮去遐量，更较准啊。我们基本上其实有一些规范是希望不要有一些这个机械的声音出来，像什么汽笛啊，或是有一些鼓啊等等这些，或许人声都还可以啦。所以我看报告里面有写说，赛事期间宣导少使用汽笛、哨子、大鼓，那晚上10点之后停止这个电子应援等等。对。统一赛球团目前以2组方式使用甲台新棒主球场，议员毋那针对营运问题提出建议，另外就市府先前重新招商场外美食区，引起球迷质疑是毋是有道理指定业者，未少议员拢是听市府维护公务招标制度。如果说我们的方向是要让球场往跟这个统一师认养的方向去跑的话，我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要赶快跟他讲清楚了，因为他不是只有认养而已，他也要负担一些责任啊！双方要把这个条件讲清楚啊！我们大家热爱棒球，我们支持统一师，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要赞助的一个方向，让它卡好掉。要爱你这边卡，你去衡量到底是需要管外这些摊商吗？不一定。市府伫13号重新招商，为期5天，营运时间对中职统一赛队上半冬赛季延长到全冬的赛季。第2届标案流标，目前初步决定要搁开第3届标案，也就是要搁招商。未来将看大型赛事等实际需求来开办临时市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最近会考欠会，台南市议员蔡宗和结合宗教信仰、妇女社团甲知名餐饮，4月2日将伫咧北安观会站举办联合观会活动。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蔡宗豪21号下午结合台南市中路境的土地公庙、大台南新百合妇女协会、小豪洲沙茶炉，甲着府都古味选定单位。
共同发起关怀活动，希望号召大家4月26日做回来北安关怀站关怀。其实非常感谢今天来参与这次活动的各个团体，因为他们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包括我们在港波比我们的土地公庙总路径下土地公庙，这次由他们把这个信徒的爱心这个白米来做一个捐赠。那也感谢我们的女力代表我们大台南新百合妇女会有翁理事长，我们也是把这个爱心透过这个干拌面的部分来送给来参加这个捐血的朋友。那当然我们在地的餐厅也好，包括我们的小澳洲沙茶卤，还有我们的府都古味轩，一个是安平，一个在中西区，其实都是把他们的善意，希望透过捐血让愿意来捐血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谢谢，跟他的谢意，然后那这个部分也是希望在4月26号当天可以更多人一起来响应，让我们的捐血当天的血库可以更多更饱满啊。为了提高市民的参与热情，蔡总校嘛特别协调合作的单位，准备了诚意满满的赞助品，有小豪做的干拌面、安平干拌面，以及精选的白米、家己研磨的咖啡等。这拢是来自在地企业的赞助，向前对每一位关怀者的感谢，欢迎民众到时踊跃来关怀。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在台湾书店目标经费支持之下，台南市立林国小展开跨协合作，制作出版3本特色绘本。唔但展现文化传承、甲品格教育人下的创新成果，也借着绘本，让民众更加明白台南的古迹文化。台湾4.5秒新书发表会成功。台南市立林国小携手各定古迹、台湾书店目标，推动跨越合作，制作出版3本特色绘本。不仅展现文化传承甲品格教育良下创新成果，也打造纸本读、数位读，互外读甲体验全面升级，同时持续深化国际教育。灯会评审啦、著作所找校长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啦，我拢袂晓啊，所以就找开始对会顶开始，即摆罗邦他要做这个画册，我嘛好啊。这相对于大家拢好啊，选人政策嘛，所以我委员台湾好，这来做，较把这个代志做成，较来做今仔这个画册。那立文国小在亲师生的合作底下，我们共创出3本绘本，第一本是翻阅台湾4.5庙，另外2本是学生自己写自己画的，包含了外公送的布娃娃以及黑暗里的3道光，总共3本的绘本。那这3本的绘本呢，其实呢都是记载着我们台湾4.5庙以及关圣帝君、文衡圣帝的一些故事，还有他所要传递的一些包含仁义礼智信、忠孝以及智慧的故事。那我觉得我们小朋友真的非常不简单花了将近大概3-4个月的时间，由孩子自己写自己构想把我们关圣帝君、文衡圣帝他的一些故事。以及要传达给他们的一些精神透过他们自己的一个笔触，把它完成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编写以及创作最后他们还透过团队合作的方式能够把这些的故事转化成一些图片图案。所以说这绘本里面的一些图画都是小朋友他们自己的一些构想以及他们的一些创作。为产业调查、资料收集到文字图像编排，拢是由立林书信团队完成，也借由绘本制作，让因更加认识在地文化，也学会用创意守护家乡的故事。这本绘本是4.5庙与立人国小共同出版，并由我们班绘制。故事里，文衡圣帝给孩子们3样宝物，分别是智慧新灯、守护之盾与公平天命。故事中的不平怪是以宝可梦的耿鬼为原型，一开始身上的深蓝色代表了他心中邪恶的想法，是后来受到文衡圣帝的启发，它的颜色才慢慢变淡。有了这个线顶 AI 科技的传播方式，互也未来到书店武庙民众线顶阅读，会当更加了解武庙历史甲古迹，也借由绘本行销，
各类民众来到府城来探索各地历史甲文化内涵。但是新闻中为中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乐里社区已经连续15天办理地成功登录活动，今年以成功在望为主题，再次邀请学校等各界来参与报名。社区预计4月2日将有200多人再现地成功附带的登录体验。地成功登录体验是台南市安南区乐里社区每一档伫4月底所举办的代表性文书活动，主要就是要重现1661年地成功率军对乐里门登陆，赶走荷兰人的历史场景。今年活动已经迈入第15档，主题叫做成功在望。20号社区为了宣传，大家换上古装，其中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总办元帅，安南区长总办副长，客家福伦社社长总办成参军，其他学生的总办则是高官出巡负责安全的卫士，邀请大家4月2日共同来体验。对于这个历史在社区的一个环境跟我们这边的一个社区居民的一个融入有很大的一个启示。那我们也期待说这样子的活动都能够让大家能够参与到，也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个郑成功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由一个社区的力量能够持续每年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体验活动，确实令人敬佩。那今年的主题成功在望，就在4月26号，我们的鹿耳门西正门宫前，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今年活动，乐里社区特别制作机矿泉水作为参加纪念品，和地成功登陆体验更有时代意义。我们要一起去踏行1661年4月30号郑成功登陆北上围岛的第一步，就是现在在显公国小显公2街的好望角公园那边去看郑成功登陆的第一班，这样寻根溯源，才能够真正的教育到我们的后代子弟，还有我们的乡亲。该活动都要有南台、昆山等大专院校学生参与，主办单位嘛提供40个原额，予民众报名。伫4月23杂志，资讯专线0628422696。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伟綽日前先后到日本、韩国行销往来，搁前往马来西亚参加台南地油水果甲老头家冬瓜茶装展售会，头摆甲台南的往来早到马来西亚开卖，希望拓展台南农产品的知名度。黄伟綽伫结束日本、韩国往来行销后，18日搁亲自前往马来西亚槟城参加台南地油水果展售会，而这也是台南往来首次伫马来西亚开卖。由于马来西亚为伫咧热带，自身甲周边国家热带水果品项相当的多，而这次台南往来会当进入马国市场，也是一大突破。当然，我们现场非常热闹。在哪里呢？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聚集的最大的地方。那现场很多好朋友，有台湾来的，有当地本地第2代、第3代，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来尝试我们试我们台南最棒的钻凤梨。那除了凤梨之外，我们还有永良冬瓜茶，还有红心芭乐，还有芒果果干，还有很多台南的好物，我们都介绍给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很多的好朋友。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通路商来这个一起开会，那希望他们能够把更多的好东西带给当地的民众。那既然做贸易就有来有往，所以他们也会把当地有特色的农特产可以介绍给我们台湾。早伫咧这批往来运伫咧槟城前，就引发关注，开放预购马上就要抢了。
透过产品现场展示甲推广，互当地民众认识台南农特产特色，也互消费者对着台南往来当地的芳甜滋味留下深刻印象。台南市政府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策略，拓展国际市场版图，互台南优质农产走向世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80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台南市明德高中橄榄球队，不管是查甫也是查某，拢得到全国冠军。身为大校长的台南市议员沈振东特别送鸡卵糕祝贺，也呼吁市府体育局会当正视橄榄球选手伫训练过程以及参赛等方面的需求。传，过了！有橄榄球界南霸天之称的明德国中橄榄球队，在今年第80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与实力强劲的台北市南门国中交锋。虽然最终惜败得到季军，但能连续3年稳居全国前4强，相当不简单。连女子组都获得相同的成绩。学生的在防守端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进攻端只要掌握1-2颗对方比较有失误，或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进攻权的话，我们就可以拿下这场胜利。所以每一场球赛，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分数拉得很开，但是选手都是在拼到最后1分钟。选手努力练习的成果让教练感到欣慰。身为大学长的台南市议员沈振东，更是特别定制了1块大蛋糕和珍珠奶茶，送到学校给学弟妹们加油打气。同时也呼吁市府让选手们能获得更多橄榄球资源，在台南发挥潜力。橄榄球队其实在国中的阶段当中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高中因为没有升学的更好的管道，所以都送到了这个其他县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绩上的一个这个喝彩之外，也要请体育局能够正视未来3级的这个橄榄球队，以及未来可能到大学到未来职涯，希望国家可以重视这样的一个体坛的一个新兴的这个运动项目。对此，体育局表示会滚动检讨，同时将建请橄榄球委员会与校方共商台南市橄榄球运动的发展。明德国中也将持续深耕基层，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这项充满挑战与热血的运动。记者苏怀谈的报道。台北市电动车有24000多台，是全台数量上多，因此充电站敢有普及，对车主来讲相当重要。台北市产业发展局甲民间业者合作，伫大同区的所谓产业园区设置高功率的电动车快充站，只需要半点钟就会当充到80%，互车会当对台北开到高雄。将充电枪插进插座，短短几分钟，电量就从个位数直接突破20%。这是大同区承德路一座新型充电站，由台北市产业发展局与民间业者携手合作，将原本数位产业园区的停车空间改造成为兼具停车功能的高功率快充站。出席启用仪式的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菊安表示，台北市是全台电动车数量最多的城市，将近2.5万辆，减碳效益相当于140座大安森林公园，因此期盼透过公司协力、铺设充电站等基础设施，打造友善的电动车使用环境，协助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这个充电站其实是一个公司协力的一个成果。那这块地是会展基金会这边所辖，我们一个新创基地外面的停车空间。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协力，让台北市的充电站能够有更密集的设立，让我们的电动车的车主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也能够有更方便的充电的环境。那这样子也能够去提升我们电动车普及的这样的速度。我想台北市其实很特别，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明定所谓的盈利充换电站相关规范的一个城市，所以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能够在
各个提醒现场的贵宾行政区或者是市有地的一些闲置的空间，能够有更多跟民间合作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快充站能够设立在台北市。因为过去我们设了很多的慢充在市有的停车场，那其实慢充会有一个问题是会让它的转换率比较低。那透过这样子的快充站的设置，让转换率变高，把充电当作跟加油一样。电充完之后就离开，让更多的车主能够有这样子充电的环境，也能够进而提升这样子的替换率，让大家也觉得说，开电动车其实不像开油车一样这么不方便的时候，也才能够去提升这样子整个电动车的普及。亲自示范如何为电动车进行快速充电。蓄电池董事长陈鹏训表示，以往电动车格都是慢充型，可能要停好几个小时才能充满。现在快充普及，就像油车加油一样，也能增加充电站的轮替率。以这座充电站为例，12个充电车格即可支撑周边约1200辆电动车的充电需求。一般如果我们会常见在城市里面会有几种不同的电动车充电的配套措施，那最常见的是在停车场里面设置所谓的慢充桩。慢充桩大概平均的功率普遍的是7000瓦，也就是如果是一台100度电的电动车，当它没电的时候，大概需要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补满电力。但是如果是这些充电怪兽，因为它电池虽然变大了，但是它功率也提升了，所以来到这样的快充站还是一样，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补满电。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的充电基础设施，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案，彼此配合配套，它是一个组合拳的概念。所以我相信有一个这样的快充站，对于台北市民在使用电动车上面一定会越来越便利。台北市财发局方面表示，到去年11月底为止，台北市公有停车场的充电桩总数已经达到1488桩，再加上民营停车场已经接近2000桩，是全国数量最多。市府以近零碳排自治条例推动绿运城市目标，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充分运用闲置空间，有效提升电动车普及速度，也让市民享受更便利、更干净的交通生活。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